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5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9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6天。乌克兰战场今天传来震撼的画面，通往红军城，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的一条道路被冠名为死亡之路，沿途布满俄军步兵的遗骸，断肢散落在数百米之内，现场触目惊心。在乌克兰人的凶狠反击之下，这些缺乏重武器的俄步兵无法守住阵地，也无法全身而退，最终被炸死在道路边上，成为耗材，化为乌有。不光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战斗异常惨烈，包括其他的地方，比如在扎波罗热，乌军第65独立机械化旅在扎波罗热方向又击溃俄军一支装甲突击队。乌克兰的国民警卫队第27叫佩彻尔斯克旅拉扎尔特种突击支队战士在扎波罗热前线摧毁一套价值4000万美元的俄军 S-300 防空系统，这套俄罗斯的叫 S-300 发射器和布克防空系统的 9S-36 雷达整个的被摧毁。而在赫尔松地区呢，乌克兰使用土耳其的 TB-2 攻击无人机在这个圣德拉沙嘴摧毁俄军运送士兵的快艇。乌克兰在暂时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再次袭击了又一列俄罗斯燃料列车。乌克兰的现在这个无人机可以说是又多又便宜又精准，所以乌军现在频频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这些运送燃料油料的列车。再这么炸下去俄罗斯很快唯一能驾驶的还能跑的就是马车了。当然了，双方也没有停止互相轰炸。根据这个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通报称9月3日夜间，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了混合打击，动用了攻击型无人机、空击和海基导弹，共投入526件空中攻击武器。你看现在是越来越多以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都是100多架沙赫德无人机，再加上几十枚这个伊斯坎德尔匕首、口径什么导弹，现在都是500多件。乌军成功击落430架各类无人机和模拟器，14枚口径巡航导弹，7枚 X-101巡航导弹。整个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一共发动了61次袭击，在全面战争期间，袭击次数超过600次。而就在前天普京公开威胁要继续袭击能源设施。俄罗斯不断袭击但乌克兰的企业并未放弃，相反，他们正在建设太阳能电站，购买储能系统，提高生产能效。9月4日，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州长尤里斯留萨尔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于9月4日星期四凌晨对罗斯托夫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地区这个州长说乌克兰军队对该地区的袭击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的防空部队和装备击退了乌军的大规模进攻，摧毁并拦截了新沙赫金斯克、卡缅斯克、谢米尔卡拉科尔斯克地区的乌克兰无人机，总之都被俄军拦截在俄罗斯国防部称9月4日凌晨，在俄罗斯上空共有46架乌克兰无人机被拦截，其中在罗斯托夫州上空有24架无人机被击落。此前9月3日晚，俄罗斯防空部队在罗斯托夫地区上空击落5架乌克兰飞机。根据消息灵通的军事博主说法，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航空兵发生重大事故。9月2日至3日夜间，多架图160轰炸机在执行对乌作战任务时出现严重故障，其中一架因系统故障未能发射导弹，另一架遭雷击导致驾驶舱受损，被迫返航，第3架则始终未能从恩格斯基地起飞，干脆飞都没飞起来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的空天军它的维修保养只能说明这个情况。根据乌克兰军事分析报告指出俄罗斯自2022年以来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军队重组，他们已准备好为顿涅茨克地区进行决定性战斗，说我们很快将再次看到装甲车队的使用，这对双方来说将是非常血腥的。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调度仍在继续。扎波罗热的大规模集团表明，并非所有俄罗斯资源都投入到了顿涅茨克地区。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从西
新乌克兰卡方向施压，试图推进到楚尼申，并获得更有利于向北推进的位置。目前所有尝试均未成功。那么根据这个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说法啊，说因为俄军夏季攻势的失败，俄罗斯正在准备秋季发动大规模进攻，主要目标是全面占领顿涅茨克。说莫斯科已将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从苏梅和赫尔松地区调往顿巴斯，这清楚地表明苏梅方向已不再是克里姆林宫的优先目标，其重点是试图夺取波克罗夫斯克，向多布罗皮利亚推进，并从西面绕过顿涅茨克的防御防线。也就是普京啊，还是希望在停火前呢，要全面占领顿巴斯啊，这就是俄乌双方目前在战场上的一个态势啊，也就是战场啊，现在越来越血腥，双方的轰炸呢，那也是越来越激烈，用的无人机是越来越多，用的导弹也越来越多。我们再看看外交与国际援助，乌克兰开始改装米格29战斗机，以携带乌克兰国产精确制导炸弹。目前乌克兰国产精确制导炸弹仅为每天10枚左右，但将产量扩大到每天100枚，那将极大的改变前线态势。乌克兰版的新型精确制导滑翔炸弹可飞行60公里，虽然比不上法国的这个高精度的锤子炸弹，但可以与美国的 GBU 导弹相媲美。据称啊，乌克兰下一步将给航空炸弹加装喷气发动机，使这个精确制导航空炸弹这个飞行距离更远。这个捷克外长宣布，捷克将每年向乌克兰提供4000万欧元，直到2030年。这笔资金将用于人道主义和重建项目。外交部长表示啊，这是捷克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声誉的旗舰。根据这个波兰媒体报道啊，他说截至目前啊，已生产345辆 2S22叫博格丹纳轮式自行火炮，这个是乌克兰自产的啊。此外，还制造了约100门牵引式火炮。该生产商计划将火炮系统安装在多种底盘上，并开发炮管长度为39倍口径的改进型号，预计月产量将超过30辆，且生产位于乌克兰境内，也就是这个乌克兰的叫克拉马托尔斯克重型机床制造厂，它每个月可以生产30辆这种叫博格丹纳自行火炮，这个产量也是越来越高啊。爱沙尼亚叫米尔雷姆机器人公司正在为乌克兰准备一批创纪录的多用途地面机器人综合体。这个机器人公司啊，生产的最高速度为每小时25公里，可以通过编程在指定的控制点之间移动。这种机器人啊，不仅可以运输物品啊，也可以执行一些任务，自主运行时间可以长达15小时，也有可能改变战场的这个态势啊。9月4号啊，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啊主持召开叫志愿联盟峰会。那这个峰会上啊，泽连斯基是亲自去法国巴黎参加。本次会议啊，一共有39个国家的代表以线下或线上的方式参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派特使维特科夫也前往巴黎啊出席会议。在会议期间啊，还专门跟这个特朗普啊举行了电话会议。那么就在这个巴黎的志愿者联盟峰会上啊，达成了很多共识啊。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他说啊，过去几周的密集工作使欧洲各国已准备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马克龙说啊，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安全也是法国和欧洲的安全。马克龙说啊，欧洲方面已准备好在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之日，向乌克兰及其人民提供安全保障。他继续向俄罗斯施压，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看俄罗斯的诚意。这是法国的态度啊。我们再看英国的态度，这英国的态度就更直接了啊。这个首先是英国首相斯塔默跟马克龙两人主持了这个巴黎志愿者联盟峰会。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办公室表示啊，自愿联盟就是志愿联盟啊，各参与方表示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这一消息源于斯塔默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各参与方混合会议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该声明已在英国政府官网发布。该声明称，英国首相斯塔默对志愿联盟伙伴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以进一步增强其军火库，表示欢迎。由于这个志愿者联盟啊讨论的非常热烈，对吧？又是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又是派兵啊进入乌克兰，又是给乌克兰提供这种远程的导弹。据说啊，特朗普的
这个特别代表维特科夫会议期间啊离席，不久后啊又回来，与欧洲领导人一起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叫电话会议，很有可能这个维特科夫啊跑出去偷偷的给特朗普打电话汇报这边紧急情况。这法国和英国啊这是决定要大干一场。这个英国人还宣布啊，考虑在完成测试后向乌克兰转让其新型低成本高精度弹道导弹夜幕。新型弹道导弹射程将超过600公里，可携带300公斤爆炸弹头。这英国就马上要向乌克兰转移这种叫夜幕弹道导弹。这个导弹的优点就是成本更准确，精度更高。同时啊，英国还宣布啊，将从俄罗斯冻结资金中拨出13亿美元为乌军购买装备。那这个德国表态啊更厉害了啊！根据这个《每日电讯报》报道啊，说德国将资助乌克兰空军大规模扩张，并每年交付500辆步兵战车。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在志愿联盟峰会上宣布了安全保障计划，承诺武装乌克兰军队5个新旅，这将包括每年向基辅提供480辆步兵战车。德国还提议每年提升乌克兰防空能力20%，并合作在乌克兰生产巡航导弹。根据媒体报道啊，在这个志愿者联盟峰会期间啊，说印度总理莫迪专门给欧盟领导人打电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欢迎印度继续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触。这个至少说明啊，这个印度啊总理莫迪啊，可以算得上是长袖善舞。也就是说，他一边啊顶着这个特朗普的压力，他还要从俄罗斯买这个石油，一面他要跟乌克兰去谈判，跟欧盟去谈，这个身段非常柔软，非常灵。他一边对吧，从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啊买石油，对抗这个特朗普的叫2级制裁，一边又要跟泽连斯基谈，取得泽连斯基的谅解，说明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啊不简单了。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啊，就在这个志愿者峰会上，特朗普在电话会议上告诉欧洲各国领导人，欧洲必须立即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加大对大国的经济压力。据称啊，美国将再推迟2周对俄罗斯施加可能的压力。这里面有这么几个事啊，就是特朗普啊在这个志愿者联盟峰会上打电话来了。首先，你欧洲啊不能再从俄罗斯买石油了，石油天然气啊都得停掉。这个匈牙利、斯洛伐克还琢磨着跟这个特朗普告状，说乌克兰人炸他们的这个输油管，导致他没有石油，不能从俄罗斯买石油了。这下好了啊，对吧？特朗普已经说了，欧洲不能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那不就包括匈牙利、包括斯洛伐克吗？这啊，第二个，一旦欧洲啊停止了购买俄罗斯的石油，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对印度实施了2级制裁，再要求对吧？另外一个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我觉得这个理由就很充分了，因为大家都不买了，对吧？现在就剩你一个了。我想啊，这个一旦欧盟和美国联手做工作，那这个东大很有可能啊，不敢说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肯定会大量的减少。当然呢，他会找一个合适的借口，肯定不是因为啊害怕美国和欧盟的2级制裁，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或者就根本就不宣布，反正就是少买。我在以前的节目就说过了，这个事情需要欧洲啊带头啊，对吧？你不能欧洲还在跟俄罗斯进口石油，完了你要求东大不能买俄罗斯的石油，这个似乎就说不过去了。这个关于特朗普啊，英国前首相约翰逊他说啊，如果特朗普对普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乌克兰战争可能在圣诞节前结束。针对啊这个特朗普的小集团啊，经常声称啊这个俄乌战争是乌克兰人挑起的。这个约翰逊说啊，如果俄乌战争是乌克兰人挑起的，那么珍珠港事件就是美国挑起。如果乌克兰应该回归俄罗斯的话，那么美国就应该回归英国。这个约翰逊啊，累计啊向乌克兰捐款230万英镑，还是德国总理莫尔茨啊，对吧？认识的更深刻啊。他说，战争通常是2种方式之一结束，要么是一方军事失败，要么是经济和军事崩溃。约翰逊认为啊，只要美国啊继续施压，对这个普京更加严厉，那么在这个圣诞节前，俄罗斯就有可能面临军事失败，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俄罗斯在乌克兰无人机不停袭击俄罗斯炼油厂、运油码头、油库、储油设施，导致这个俄罗斯出现汽油荒，
柴油荒，俄罗斯只能外部供应调整，延长汽油出口禁令，通过限制汽油出口来缓解国内的短缺，但效果有限。甚至俄罗斯很多地区已经引入配给制，也就是开始给油票凭票供油，已经实行计划经济。俄罗斯的燃油危机已经蔓延到莫斯科州，就是莫斯科州是俄罗斯经济发达地区之一连这儿都已经开始缺汽油。说莫斯科州部分加油站已断供95号汽油。为什么说俄罗斯的经济是外强中干？不要看地包老人普京在外面抛头露面一时风光无两，对吧？又是去阿拉斯加，在那儿大出风头，又是到对吧大国吃席，那更是印度搭台这个普京唱戏但实际上叫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俄罗斯已经叫油尽灯枯为什么这么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俄罗斯媒体、俄罗斯人，包括普京本人，一直不遗余力的在释放一个消息，就是俄罗斯、蒙古和大国就西伯利亚2号管道天然气管道已经达成一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所有这个新闻都是俄罗斯方面在单方面在叙述俄罗斯的副总理接受媒体采访，包括普京本人都这么说。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大国的媒体或者大国方面有什么说法没有？这么大一个事情，只有俄罗斯单方面的说法，大国却沉默不语，实际上就说明这个所谓的西伯利亚力量2恐怕根本就没谈成。华盛顿邮报指出在普京访问大国后的最终公报中，大国仅承诺积极推进与俄罗斯和蒙古的跨境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这个金融时报报道说，大国当局也未发表任何单独声明证实该项目进展。西伯利亚力量2号项目在大国官方媒体报道普京访问成果的文章中也未提及。那俄罗斯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西伯利亚2号这个管道实际上已经谈了几年了，没有进展，分歧就在2个地方，或者说3个地方。一个，这个路线到底要不要经过蒙古，大国是不愿意经过蒙古。第二个，这个天然气的价格，据说大国要求的是比俄罗斯卖给欧洲的要便宜，不能高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用气的价格，说甚至比俄罗斯国内居民用的还要便宜。第三个就是修管道的费用，对吧？是各修各的，各掏各的钱，还是怎么修？反正这3个。但是普京已经等不及了，普京单方面宣布达成协议。实际上普京这次到印度他是带了一个特别大的代表团，3个副总理，他不能空手而归他要向俄罗斯人民展示俄罗斯的经济没有问题，也就是普京他要找增量。这个西伯利亚1号本来是对吧，应该是每年是400亿立方，对吧？要提高到500亿，这个有可能因为管道都已经建成，只是在优化，这个有可能实现。但是这多出来100亿立方，那就是增量。那西伯利亚2号呢，据说设计的是600亿，你看实际上就是增量达到700-800亿。俄罗斯卖给欧洲的天然气好像一年是不到2000亿吧，1000多亿。那现在没有了，如果在东方对吧能多出800亿出来，那相当于这个西方的损失在东方就能补上，要不然它的天然气开采出来往哪儿运呢？那玩意没地方装，没有办法储存所以普京他没有办法，临回国之前自己宣布达成一致了。实际上这就是自导自演，无非就是回去给俄罗斯老百姓一个交代，这叫一个定心丹。再加上这个普京跟穆迪2个人亲热表现，对吧？无非就是向俄罗斯人民展示，对吧？我们的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出口不受影响，天然气对吧？现在也找到卖家了，就是下家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对吧？西伯利亚2号八字还没一撇呢。从这儿实际上就可以看出，地包老人已经慌了，俄罗斯的经济就在崩溃的边缘。俄罗斯普京总统带了这么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东大待了4天，不敢说空手而归，但是所获不多得到的不过都是一些口头承诺。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老黄俄斯特列科夫在登缝纫机之余发出了感慨这个斯特列科夫他是这么感慨的，他说如果泽连斯基是个傻瓜蠢货，那么我想问一下，说什么样的天才无法在3年半的时间里战胜这个傻瓜？也就是你要贬低泽连斯基，对吧？可以，泽连斯基是个傻瓜，但是你3年半都打不败一个傻瓜，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你难道是天才吗？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